拜登习近平第5届通电话137分钟的内容，针对台海问题的讨论。拜登嘛讲反对中国改变现状，扰乱台海和平。中国外交部强烈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这阵佩洛西亚洲访问行程，外国媒体报道，敢若甲台湾列作是暂定的行程。尼加拉瓜巴士和轿车相撞载落坎卡，16名移民分登他乡。另外，Mexico 上百名移民偷渡挤伫拖车内底，险死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回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带大家来看讲 Mexico 和尼加拉瓜两站移民的这事故。尼加拉瓜27号的时阵，发生一站巴士和轿车相撞，摔落去坎卡这个意外，造成16死47伤的这个悲剧。死者侪拢是 Venezuela 这个移民。另外，在 Mexico 还有移民偷渡被司机等在路边，900人挤在拖车内底，险猝死的事件。事故巴士并伫山坎，车内座椅落出车外，乘客行李嘛散过涂骹。中美洲尼加拉瓜礼拜三发生一件真惊人的车祸，一台载一寡移民的巴士，27暗时伫个西北部的环美公路超速行驶，甲两台汽车相撞了后，并落80公尺深的山坎。Estuvieron fracturados, salían tiran llenos de aceite porque como el buque volteado con el motor para abajo, entonces la gente la bañó el aceite caliente y es una total desastre eso, no creas. 警方指出，这件车祸至少16个人死亡，其中13个是委内瑞拉人，另外还有47个人受伤。不过，美洲国家组织是讲，死者至少有15个人是委内瑞拉人，包括一个囡仔。警方已经逮捕巴士司机，要查清楚事故原因。另附近的墨西哥同款原来有移民发生意外，一台客满移民要开去美国边境的拖车，礼拜三暗时互人等伫东南部维拉克鲁斯州。车顶将近100人因为无空气，身体无爽快。¿Cuántas personas han asegurado ahorita? Hasta el momento llevamos 98 personas. 98 personas. ¿Dejaron abandonando el tráiler? Así es, compañero, dejaron abandonado el tráiler y pues encontramos a las personas, algunas inconscientes. 墨西哥当局指出，拖车原本客400外的移民，中途去予司机放鸟，一寡人因为强要无开，才赶紧逃出车外。村内客伫车内98人，警方已经甲紧急送医。随上人口贩仔常常互真侪移民客伫货车内，致使着意外真侪。顶个月，美国德州才有50个移民伫拖车中死亡。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是显示，为2014年到即马，一共超过6000个移民伫前往美国的途中死亡，还是失踪。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三间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来通电话，美国无允准各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伫咧开发新一代量子电脑半导体制定，支持日本来开发。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之争，英国国防大臣挺 Truss。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经济佫出现消退，对总统来讲，真正是拜登的其中选举大考验。强调咧，这个时阵经济麻烦是暂时的。上尾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这个 Washington Post 的这社论支持 Pelosi 来访问台湾，但是时机唔是这个时阵。同款一区对话特别好好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5届来通电话，隆重进行2点外钟，其中针对这个台湾的议题，拢伫咧这个头顶说啦美国总统拜登就强调，美国政策无咧改变，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新华社来公布习近平强硬回应，表示讲坚决反对台独。另外咧，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到这个台湾这个议题啦哎，美国对台湾问题千万唔通生火，定着会烧着家己哦。学者嘛分析讲，这届通话甲进程4届拢总共款，无具体成果甲进展。咱国际外交部嘛表示讲，美中双方通电话了后，美国随向台湾报告，嘛讲到台湾甲美国关系真正稳定。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被通话2点钟17分，这是两人第5摆通话。双方讲真侪敏感议题，台湾问题正做重点。不过美国白宫的声明依然是正底。拜登表示对台政策无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甲破坏台海和平。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r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美方在双方通话结束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向我方简报。外交部我们感谢拜登政府从上任以来多次强调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总统府对拜登政府表示感谢，也仰望中国应该负起区域和平的共同责任。不过，中国是用词激烈，强调习近平重点讲出中方在台湾问题原则立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甲外部的势力干涉。美方应该言行一致，遵守这中国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过去01年之过第一摆通话开始，美中每一摆重点内容拢是台湾经济甲新疆政权，也是关注焦点。2022年3月第4摆通话增加乌克兰局势，不过这议题拢是意见真无同，紧张局势并无降低。Clearly a White House-led effort to ensure that the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es not veer into a military conflict. And although this latest call, like the four that preceded it, 虽然通话无具体进展，不过这摆两人已经就实体会面达成共识。美国媒体解读11月会是上好时机，到时阵集团体峰会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区对话哈总talk 就来好好关心第5届拜习会，焦点拢放伫咧台湾问题头顶。咱们邀请台湾地壳执行委员罗一中，委员你好。你好，嘿。有影吼，咱看到讲哦，这回啦吼，双方面吼拢透过伫咧会后啦吼，透过声明也好，新华社也好，讲到吼，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啦吼。老师你安看咧吼？咱讲到这个声明透露什么款的这个信息？实际上吼，这届应该照因来讲，这是第5届的这个对话吼。当然，这届对话美方是讲这是美国咧要求吼，所以刚才因为美方采取这个主动的这个关系。当然美国本地想要讲的吼，照美国的这个新闻稿，美国想要讲的应该是甲这个气候变迁啦吼，能源的问题，也是甲这个咱讲COVID-19 吼，就是这个算讲武汉肺炎的问题吼。另外就是甲这个 Ukraine 吼，即马这个处理吼，尤其是美国要求中国莫搁甲罗西亚搁甲帮战，上后才是台湾啦。但是真明显，中国就是想要讲台湾，吼。台湾毋是讲台湾做啥物代志，是讲这个美国有一个算讲因的这个众议院议长吼，Nancy Pelosi。有可能要来台湾啦，中国则气不不讲，这美国你袂当这违反你的政策吼，嘛讲这个美国袂当互伊的人过来，也是讲过来了后，就可能有啥物款的效果，所以讲就是用这款的话啦，吼，中国来表示讲伊本身的这个无同意。有影，当然咱讲到吼，美国本地要讲的是气候变迁、健康 COVID-19 议题，但是中国就是要甲你带来吼，讲到台湾议题，台湾议题当然嘛真重要，尤其新华社这个口气。写起来讲，习近平讲美国你著千万莫对台湾生火烧着家己。这话讲了真重，但是咱讲过去，伊就是这款声明的调性啦。老师你是毋是安尼看？这就表示讲，迄个习近平伊本唔知要安怎对美国讲，所以讲敢会用这种吓惊的啦。但是要安怎吓惊，要做啥物代志嘛无讲吼。主要是讲，这届这个当然Nancy Pelosi 美国众议院议长来台湾是真重要一件代志，但是这毋是讲过去。无做过，因为咱就知影25年前吼，就是讲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长叫做Newt Gingrich，伊嘛来过台湾，吼，迄当阵搁较厉害，就是讲伊去中国了，搁撞来台湾，所以刚才就是中国英文嘛同意伊来台湾的迄个意思啦，吼。但是透过这届这个电话，可能有这款的意涵伫咧，敢是安尼？这个电话，所以讲中国就表示讲我反对啊，但是中国嘛唔知要安怎来反对，因为实际上这唔是讲这一个新的突破啦，所以讲为着这件代志，要甲美国开始要烧台啊，是讲像讲中国有一个中国人叫胡锡进伊就伫遐讲什么美国中国派这战斗机去来拦截啦，咱讲 Pelosi 伊要来台湾的美国这个飞机啦，也要阻止伊来降咧台湾，还是安怎这就表示讲中国。
国要做这个动作，就是要甲美国要开战哦。所以我是感觉讲中国较无可能安尼做。但是中国嘛是爱表示伊的反对，所以讲就话讲甲真硬，话讲甲真厉害，敢参像是讲美国你无做，你爱做你就会安怎？但实际上，无看到中国真正在做什么款的代志。是吼，这放吼这个胡锡进去讲话，但是因外交部是6届表达反对，但是即阵咱嘛看到讲美国媒体咧报道，佩洛西伫咧29这个美国时间就要带团访问亚洲，包含倒位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甲这个新加坡、台湾是暂定的这个行程咧吼，咱先做伙来看。有影吼，即阵看到佩洛西访问台湾是暂定的这个行程，啊，其他国家拢安排好势好势，到底暂定是啥物意思啊，老师？我想讲吼，就是讲因为进前刚参与这个要台湾这件代志吼，伫北京内底啊，甲这佩洛西中间当然有真大的一个争议啦吼，就是讲北京感觉讲即届安尼来台湾，可能有可能会。感觉讲毋是遮尔去适当的即个时间啦吼，因为伊认为讲中国即马可能内底有真侪代志，减讲会因为即件代志吼要来台湾，结果吼即个毋敢甲美国的关系变成讲无好，啊嘛有可能中国会被迫啦吼做算讲较危险的即个举动啦吼，所以伊北京伊一开始毋是讲遐尼遐尼鼓励啦吼，佩洛西过来，但是即马中国一直。犹原乌白呛声吼，呛到后来，敢若算像要甲这佩洛西的飞机给拍落来，变成讲佩洛西也讲无过来吼，美国就是就软只呀，好像感觉就软就软弱呀，所以变成讲迄佩洛西也是讲伊无过来吼，啊伊毋知道伫美国内底就互人看衰啊，吼，所以伫遮吼，所以讲北京就讲啊，我嘛无要甲这佩洛西甲动吼，嘛无甲伊即个可肯讲你莫过来，即马完全是佩洛西你家己的决定，我嘛甲即个算讲习近平有咧讲，吼，啊嘛完成我即马即个任务，所以讲这习近平你要安怎做，吼，我当然我有一个回应，啊佩洛西你要来台湾的决定嘛是互你来决定，因为。但是咱讲到吼，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影响，习近平咧，因为对伊来讲，今年秋天是这个20代啦，吼，咱讲第3届伊要搁连任，对伊来讲，若是佩洛西真正来台，啊，搁敲一通电话，伊的国内压力敢无？我是感觉讲，因为这毋是讲第1届啦，因为之前迄个 Newt Gingrich 嘛过来台湾，所以讲这佩洛西这绝对毋是讲是新的突破，吼，所以讲这对中国来讲，这毋是讲无法度控制的一个代志，吼，但是为着佩洛西开始要甲美国要相台吼，我看这个代志就大条啊，台海危机就开始啊，毋是讲台海危机啊，有可能中国这部队就完全拢互人消灭去。中国家己有一个话讲，美国一直咧想要找旁找西吼，要把中国的这个部队吼，中国的这个国家力量要甲伊消灭，吼，是讲安尼，因为这件代志要把美国咧小台，毋是讲。中美国的计，印度这款的讲法啦，颠倒是中这个美国的计就对啊。但是，对台湾来讲，佩洛西若是真正来台湾，一定是加分；但是伊若是无来，是加分还是减分？我是讲，也是讲无来，就互人感觉讲，迄美国会听，互中国甲伊威胁，美国会惊中国威胁，所以反倒都毋敢对美国是迄个减分。对台湾嘛是减分，对台湾嘛是减分啊！吼，所以未来到底29就要带团来访问亚洲行暂定的行程，到底会当变做是新的行程无？吼，咱嘛要继续来观察。今日非常感谢余中老师啦，吼，和咱做伙来讨论。过来看到法国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3栋外前着火烧，当时法国总统 Macron 宣布讲会动员全力，拼5冬之内完成重建。28，法国文化部长视察现场，确认讲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并且伫咧2024年可以当重新来开放。建筑物内底甲外口拢搭一因的铁架，工人8顶8下伫咧工作。这个所在是法国巴黎圣母院，这座12世纪的世界遗产。2019年4月15，因为电线受到刷桥火烧去，烧掉尖塔甲插一个柱顶。迄个时阵，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全国发表演讲，讲号做要动用全力，伫5年内重建圣母院，要赶到2024年巴黎奥运的开幕式。Nous sommes assez confiants tous collectivement pour que l'année 2024, qui comporte 365 jours, soit l'année d'aboutissement d'une grande partie de ce chantier, en tout cas de l'ouverture de la cathédrale au culte et au public. Il y aura certainement d'autres travaux qui devront se poursuivre au-delà de 2024, bien sûr. Mais 2024
réouverture。日本法国文化部长马拉克伫统筹重建计划的乔治林甲首席建筑师维伦纽夫的陪同下来勘察重建状况。维伦纽夫现场示范利用泥膠伫无伤害壁甲雕刻、甲涂粉粘条的技术。乔治林讲，伫重建第一阶段，也就是固定建筑，虽然真困难，不过也是如期完成。Il faut voir que déjà dans la phase de sécurisation, consolidation, nous avons eu à encaisser de sacrées difficultés. Nous avons eu le Covid, nous avons eu des rafales de vent qui nous ont obligés à arrêter les grues. Nous avons eu une fermeture du chantier par le préfet pour réadapter l'ensemble du chantier au plomb, etc. 所来团队一定伫秋天前完成第二阶段，也就是县府院木质的骨架、尖塔，也甲圆形厝顶的重建。第三阶段是规个外部的整修。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有影讲到食物件千万唔通拍算，即阵西班牙政府为着减少食食讨济气，从明年开始强制要求酒吧也好、餐厅也好，提供免费替人客包村的这个食食哦。产品产销业者嘛爱提出着防止讨济食食的这个计划，无就会面对相关差不多184万台票的罚款。这种替人客甲食不完的物件包起来，这个服务未来真多。西班牙餐饮业者标准的服务，西班牙正伫推动新法，明年开始酒吧甲餐馆拢要提供这种免费的服务。Y luego también, pues siempre tenemos la posibilidad de que se sobra mucha comida, pues a la gente le ofrecemos tupper ya, pero desde hace muchísimo tiempo. 这种部分的业者已经先提供这样服务。虽上西班牙人无甲食剩的物件包回去的习惯，食剩的一般拢是浪费弃掉。根据政府统计，当地每年浪费1400吨的食物，平均算来每一人每年浪费21公斤，价值大约250欧元的食物。为了减少剩落的食物，新法规定，餐饮食品产销业者必须要制定防止食物浪费的计划，包含商店甲超市必须要促销7到9期的商品，也是关乎社区组织，也是食物银行。Es la típica cosa que ha venido arrugada en el palé y que va a ser de difícil venta, pues ya la ponemos en promoción al 50%. 违反的业者面临2000到6万块欧元，大约是代表6万到184万块的罚款。若是累犯，上悬会使处50万块欧元，大约1500万块代票罚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可能看到英国最近推出一个付费的这个 App， 人的声音透过手机转移作字幕，会当即时显示咧伫咧听众 AR 智慧目镜顶面，让这个听众人士通理解对方在讲什么。做回来看。费特曼出事的时阵有听到障碍，平常时生活沟通，最后靠读对方的顿语。拄开始听到 App 会免看别人面，就了解对话，互伊唔敢相信。伫试用了后，伊完全被收服。I guess that you're more often than not asking people what did someone say, you know. Yeah, 100%. And I didn't look at the person to my right once. I solely looked ahead. That could be an absolutely, it's a life-changing moment. 费特曼用的 XR AI 智慧目镜唔是新创科技，伊结合声音转译软体加 AR 智慧目镜技术，将听到对话透过音从字幕的方式，马上显示伫目镜顶悬。这方式互听众人士用自在讲电话。Very well, thank you. How are you? I'm doing well. Do you want to get dinner sometime this week? Yeah, definitely. That sounds good. 手机的声音助理用一款这款 App 智慧目镜。What's the weather forecast? Right now in Arkley, it's 23 degrees Celsius with mostly cloudy skies. 开发 App XR AI 总裁是考夫甲 AR 目镜公司，Nvidia 7月联名推出这套听众耳机，增加听众者沟通的方便，佮突破社交限制。公司新闻张淑坤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